蘆田愛菜呢個靚妹仔就真係巴閉啦，佢而家嘅人氣真係一啲都唔輸蝕俾啲當紅花旦啊！除咗片酬同埋廣告價漲到天價之外，就連環球唱片都將佢收歸旗下。啱啱愛菜就上咗一個音樂節目叫做《火藥曲》，係由 AKB48 同埋中居正廣主持嘅。愛菜同一大班嘅 AKB 成員一齊合唱咗一首暢銷單曲《Heavy Rotation》。由於 AKB 嘅主將大道優子冇參與錄影，主將之位就交咗俾蘆田愛菜暫代，帶住前田敦子、渡邊麻友、柏木由紀同埋小田麻里子等等。呢首歌嘅歌詞係描寫10月芥菜嘅單戀心聲，當然就要配合翻啲姣姣地嘅舞姿啦。佢哋成班一路跳個 pat pat 就一路壓下壓下咁，有唔少觀眾同網友睇完之後都話好難頂，批評話蘆田愛菜人仔細細就要發姣。不過我就覺得愛菜其實都跳得幾可愛啊，人仔細細仲要帶住一大班大過佢嘅姐姐，有咁嘅功架都算係咁噶啦。